好，我今天要讲的故事是我是黑天鹅。他的名字叫阿明。他每天妈妈的他又会早点起来啊，然后他他穿穿衣服，然后刷牙，然后下来吃早餐。然后他每天在地方都会练习黑天鹅。然后他最喜欢的地方是黑天鹅的钥匙。然后他每天都会练习黑天鹅。然后他们都说黑天鹅都是女生爱跳的。然后他们又又又说黑天鹅是女生在跳的，又不是男生在跳的。然后他每天都很努力的练习。然后他每天在很多地方都爱练习黑天鹅。然后他又拿出照片，老师又笑了。然后他们他们又他们又说黑天鹅是女生在跳的。然后他都很难过。然后人都回家了，老师又问他，人家都回家了，为什么你还不回家呢？然后阿明又说他想要当黑天鹅。然后他有一天那一黑天鹅丸子，他要把一个女生举起来。他又成为一个黑天鹅，爱表演黑天鹅。有了，我的故事讲完了。